清水只係日本其中一個最著名嘅寺院之一，每逢秋天嘅紅葉季節，都會吸引好多人嚟參拜㗎。嚟到大阪嘅環球影城入面，除咗有唔同嘅卡通人物等住大家合照之外，仲有9個唔同嘅主題樂園等住大家玩。依家就跟我入去啦！杯麵大家就食得多啦，咁唔知大家對佢嘅歷史同埋演變過程又知幾多呢？嚟到杯麵博物館，大家可以 DIY 一個屬於自己嘅杯麵。搞咗咁耐，終於大功告成啦！心齋橋係大阪嘅心臟地帶，每一日都係咁人山人海㗎。喺呢一度，大家可以揾到自身自潮嘅產品。